讲大人会当平安到这个所在，是来咱献上感谢。咱等下啊，为着还未到咱中间来，一个兄弟姊妹献上祈祷，互因出入保守，拢上帝保守，会当互因平安到这吼，来做敬拜咱的主。咱还未开始，咱早起的敬拜进前，咱先做一个祈祷，准备咱的心。阮伫天的父，满心感谢你，你恩典满满，教业满盈。特别伫礼拜日的早起，呼召阮来到这个所在来敬拜你。阮的心实在是真正欢喜。特别今仔日是母亲节的感恩主日，感谢上帝，你赏赐母亲伫阮的生命中间，诚做阮的祝福，诚做阮的帮赞，也将上帝你的疼彰显伫母亲的身上，互阮会当感受到迄款无比的疼。所以，阮今日要用欢喜的心来迎接这个母亲，也用感恩的心来献上感谢。虽然外口的天气有落雨，恳上帝你保守，还未到阮中间来一个兄弟，互因出入拢得到平安，路上的交通得上帝你的保守，互因会当平安到这所在，和阮做伙来敬拜主。主你甲阮伫底。特别，阮要将早起的聚会，恭敬拜伫主你的圣手，恳上帝你引带，恳上帝你的灵临在伫阮中间。我要献上感谢，献上阿乐，安尼祈祷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。阿门。咱看一节圣经，伊讲耶和华是我的快乐，也是我的盾牌。我的心倚靠伊，我就得到帮赞，所以我的心就爱大欢喜。我要用我的诗歌来阿乐。来敬拜伊，所以咱这时阵，咱要先用这首诗歌来敬拜咱的主，因为伊是咱的快乐，也是咱的帮赞，伊是咱要追求的这个至好的宝贝。所以咱用这首诗歌来准备咱的心，来敬拜咱的主。耶稣是咱倚靠的快乐。你是我倚靠的快乐，你是我追求的宝贝，你是我的一切。你亲像贵重的宝贝，我着爱努力去找找。你是我的一切。耶稣先。快乐，你是我倚靠的快乐，你是我追求的宝贝，你是我的一切。你亲像贵重的宝贝，我着爱努力来找找。你是我的一切，耶稣先。耶稣是咱超找的宝贝，总是咱常常找袂到，因为咱互罪来捆绑，咱互罪来迷惑。假讲咱若认家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一定会赦免咱的罪，洗清咱一切的不义。所以咱为着咱家己的罪来献上祈祷，恳上帝用
伊的圣囝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咱心中的罪，拍开咱的目睭，来找到迄个至好的宝贝。咱为着咱徛起这个土地来所犯的罪来祈祷。咱知影4月份、5月份，伫西部沿海有一个亚妈祖的宗教活动，遮的百姓伊可能毋捌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个好的宝贝。这个土地犯了遮济罪，拜偶像的罪、贪恋的罪、骄傲的罪、互相攻击的罪。所以咱即时咱大人开声，为着咱家己的罪，为着在台湾这个土地所犯的罪，献上基督，恳上帝来赦免，恳上帝来洗清，开咱的目睭，开咱台湾百姓人的目睭，好让咱超找到真正的宝贝。咱开声来祈祷。哦，主啊，我为着阮每一人的罪来献上基督，特别为阮家己所犯的罪，无论阮知影我毋知影的罪，我献上基督，恳上帝你来开阮的目睭，阮看见上帝你是迄个至好的宝贝，耶稣是阮的救主，是阮的一切。哦，互阮知影阮家己所犯的罪，愿意到主的面前摆列阮的罪，互主你用你的宝血来洗清。主你用圣神的宝剑来斩断一切罪恶捆绑，伫阮的生命中间。特别阮台湾这个土地，阮一个百姓犯了罪，阮常常贪婪，常常骄傲，常常毋知影要安怎用上帝你的听来治理这个土地。哦，阮常常拜偶像，阮常常陷伫这个罪恶中间。恳上帝你照亮阮每一个台湾这个百姓，互阮知影要安怎。到上帝你面前来追求迄个至好的宝贝。哦，主啊，你是甲阮地地主，你是阮的快乐，是阮的帮赞，你也是担当阮一切罪恶的罪的主，故上帝帮助阮。来路亚，主啊是担当阮一切罪恶连续的，是对死国活的主，咱来到伊的面前来追求伊。担当我罪过甲忍辱，对死国活我的救赎，你是我的一切。当我跋倒你扶持我，当我嘴大你充满我，你是我的一切。耶稣先救我，他的大恶道。耶稣先救我，他的大恶道。担当我罪责。担当我罪过甲忍辱，你是我活的救赎，你是我的一切。当我跋倒你扶持我，当我嘴大你充满我，你是我的一切。耶稣先救我，他的大恶道。耶稣先救我，他的大恶道。耶稣先救我，耶稣先救我，他的大恶道。耶稣先救我，他的大恶道。咱为着几项代志来祈祷，头先为着咱的国家，为着咱的社会，为着世界局势来祈祷。咱知影最近印度甲巴基斯坦也有战争，世界各国由于关税的关系，经济有足大的动荡吼。所以咱为着咱的国家、社会甲世界局势来献上祈祷。咱为着台湾的建教会来祈祷，恳上帝会当帮助台湾的建教会，拢成做一个光的电塔，会当伫这黑暗的世代照亮这个世代，传迄个平安的福音，救赎恩典，
诚做一个救赎、传救赎恩典的教会。咱开声为着咱台湾国家是社会世界局势，为着台湾的正教会，咱献上祈祷，咱开声来祈祷。主啊，阮承认阮每一个人拢自私，为着阮家己的利益，国甲国中间也是安尼。恳上帝你赦免，恳上帝你掌管，互阮知影要安怎来追求上帝你迄个美好的心意，伫阮的国家，伫阮的社会，伫阮即个世界的所在。主啊，恳上帝你兴起我这教会，诚做福音的出口，诚做一个救赎的出口。互阮每一个教会拢知影，伫即个世代要扮演的角色，互阮伫逐角落社区逐角落，会当诚做光的灯塔，照亮即个黑暗的世代。互一个百姓因为教会设立，因的生命得到光明，因的生命得到翻转。恳上帝你让万在所有教会拢知影要安怎来荣耀上帝你的名。海路亚是咱主，你是阮的主，你是阮的倚靠，你也是阮世界的主。恳上帝你甲阮地地帮助阮，阿利路亚。第二项，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，为着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。恳上帝保守咱的心，无受到攻击，也互咱有平安。也互咱有喜乐，也互咱有信心、有盼望。为着咱甲咱厝内人有和睦的关系，为着咱家庭成员心心灵来祈祷。特别今日是母亲节，恳上帝将迄个疼放伫咱每一个家庭内底。特别咱少年，也是讲感谢咱的母亲伫咱的家庭所献出的一切，咱为着伊来献上感谢，祝福因。第二，咱为着咱的工课，咱职场也是咱的学校，咱有好甲同事甲同有好的人际关系，为着咱的经济稳定，解决咱财务顶面的困难，为着咱每一个人的心灵健康，也是咱有疾病的，也是咱厝内人有疾病的，咱为着来祈祷，恳上帝医治，恳上帝透放，伫咱的家庭中间。所以咱为着咱家己，也是为着咱知影所有教会内底兄弟姊妹的家庭，也是个人，咱献上祈祷，咱开声来祈祷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，无论阮伫逆境顺境，拢会当凡事来感谢，阮拢常常来用嘴唇来学罗上帝。主啊，保守阮所有兄弟姊妹，阮每一个人会当远离迄个歹的迷惑，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无互罪来捆绑，互阮会当心中知影要安怎来将尊主最大。恳上帝保守阮所有兄弟姊妹，无论阮拄着的人际关系，无论阮个人的困难，也是阮伫家庭中间的迄个关系，恳上帝来修补，恳上帝来医治，也互阮的家庭内底充满上帝你的疼，阮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，互阮伫家庭内底也享受着上帝你的疼，你的喜乐，恳上帝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，无论阮的心灵。无阮的工课，无阮的经济，阮所面对一切，拢上帝你的带领，行伫上帝你喜爱的道路顶面。好，哈利路亚！是咱主，你是阮的主，你是阮每一个人的主，阮的家庭的主，我哋感谢你。第三，咱为着咱教会来祈祷，咱为着教会一同工来祈祷，为着各种的事工来祈祷，咱为着咱的牧师、牧者团队，为着咱的中职同工，也是咱的服侍团队、团契来祈祷。互因满有属灵的智慧、甲气力，也互因有服侍的能力，会当交服侍上帝、交服侍教会。咱为着咱教会属灵的气氛来祈祷，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较无这个信心，愿意来祈祷，愿意来学乐，愿意来听上帝的话，愿意来敬拜。咱为着咱的大使命，就是传福音的事工来祈祷。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知影要安怎伫这个世代，成做一个福音的使者来传福音。互咱有迄个传福音的热情，也引带一人进来咱的教会时阵，因的生命也得到翻转，得到改变。所以咱为着咱教会来祈祷，特别为着咱的教会同工，为着咱各样的事工，咱要迈入54几年，有一事工的进程，恳上帝来带领，咱开声来祈祷。主啊，阮实在是较无来到这个教会来荣耀上帝你的名。阮知影这个教会内底你安排一同工伫这个所在来服侍你，也服侍阮所有的人。恳上帝你赐予因有属灵的智慧甲气力，咱真因会当伫服侍顶面无野心，伫服侍顶面常做一个会当荣耀上帝你的名的同工。主啊，阮来为着阮所有兄弟姊妹来祈祷，互阮有较无的心来到上帝你面前。
透过祈祷，透过听上帝你的话，透过阮生命的更新，透过阮的敬拜来活出上帝你的香味，耶稣的香味伫阮所有兄弟姊妹身上，有阮行出去的时阵，就会当来传扬上帝你的福音，诚做福音的使者，诚做一个会当传录音出来到这个所在的人，互每一个进到这圣殿的人，每一个兄弟姊妹来到这个圣殿，因的心就得到自由，得到好放。因的问题，因所拄着困难，就对了讨饭。恳上帝，你教阮伫着帮助阮，还有是了主，你是阮的主，哈利路亚。耶稣先有光，他的大恶路。耶稣先有光。所信有光，耶稣先有光，他的大恶路，耶稣先有光，他的大恶路，他的大恶路，他的大。搁一遍，看这大恶路，看这大恶路。咱这是为着咱今早起敬拜来祈祷，恳上帝赐落兴旺咱的灵，帮助咱我一较无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伊，来学罗伊互相今日敬拜，到底荣耀的敬拜。咱为着所有的服侍的同工来祈祷，恳上帝讲所有的服侍同工，咱进这所在来帮助咱服侍咱的主。咱为着今日牧师的分享，特别为着陈牧师今日分享，咱献上祈祷，咱开声来祈祷。主啊，阮伫你的面前，还为着再去敬拜献上祈祷，恳上帝你的灵运行伫阮中间，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有一个较无的心来到上帝你面前，都单单要来敬拜你，单单要来学罗你，恳上帝你帮助阮再去无论阮所听的、阮所感受的，拢有上帝你的美好的旨意伫阮中间，互阮为头到尾拢有上帝你的灵运行伫阮中间。哈利路亚！阮用今仔日一切敬拜，仰望主你的成就，恳上帝你甲阮伫咧，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免。咱请起立，咱互相请安讲，今日是主日，咱耶稣听你，耶稣听我。哈利路亚！咱唱这首诗歌，学罗咱的主。学罗主，学罗主，大声学罗。我要举起手来宣扬主圣名，我罗主基督，甘愿牺牲来救罪人。你是弥赛亚，我主，我上俄罗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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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声俄罗。我要举起手来宣扬主圣名，俄罗主基督，甘愿牺牲来救罪人。你是弥赛亚，我主，我上帝，上帝听见遍这世间，阮天满满高野我愿，我愿意谦卑趴拜伫主面前。俄罗主基督，甘愿牺牲来救万民。你是弥赛亚，我主，我上帝。俄罗斯，俄罗斯，大声俄罗。我要举起手来宣扬主圣名。俄罗斯基督，甘愿牺牲来救罪人。你是弥赛亚，我主，我上帝。上帝听见遍这世间，阮天满满高野我愿，我愿意甘卑趴拜伫你面前。俄罗斯基督，甘愿牺牲来救万民。你是弥赛亚，
我主我上帝，上帝定天变这世间，定天变这世间，阮的默默感谢我愿，我已经被拍败你主面前，我主知道，让我一生来救万民，你是弥赛亚，我主我上帝。你是弥赛亚，我主我上帝。你是弥赛亚，你是弥赛亚，我主我上帝。咱将一切荣耀归咱上帝，因为伊是弥赛亚，是咱的主，哈利路亚。咱到伊的面前，咱来敬拜伊，因为伊是坐伫宝座顶的羊羔。咱来单单来敬拜伊，单单献上一切恶乐伊的面前。坐伫宝座顶，献给羊羔，望恩地敬拜阿罗，古早现在地到永远，只有你是全能上帝。坐伫宝座顶，献给羊羔，望敬拜阿罗，阿罗尊贵荣耀冠世，龙必地你的高永望。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就你看的敬拜较存在，万王的王。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望，坐伫宝座顶献给羊羔，望恩你敬拜阿罗，古早现在的高永望，只有你是全能上帝。献给羊羔，望恩你敬拜阿罗，阿罗尊贵荣耀冠世，龙贵的你的高永望，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。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望，万王的王，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就你看的敬拜甲尊重，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望，万王的王。存在，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望，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望，我要高举你生命的高永望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伊是牵着咱耳朵的主。那这是咱的吟圣诗19首，为着美丽的天命。